这是台大公卫院的专家强烈来建议着大家，你即摆这个病毒咧流行的卡刀，莫食自助式的白饭。亚洲人爱食合菜，嘛应该改变就菜的模式。另外，大卖场美食街咧互试食的单位，嘛应该马上来停止，因为餐具甲手若是无清气，是真的传播病毒。 大卖场也是有袂少人来采买，上吸引人排队的，就是试食的单位，不管是饮料、煎肉、面食，拢排甲长长。你小心啊！来，这分装的细底杯啊，都放伫咧台面顶的，实在人客体，大家细细都食看卖影。防疫期间敢袂惊？盘子跟那个杯子，大家都这样走过啊，讲话啊，怕那个飞沫这样。 台大公卫院特别呼吁，类似的试食应该马上停止。面包店什么的，常常就端了一盘给你试吃，然后不同的人手没有机会洗之前，他就去试吃，所以试吃的这个事情也应该可以停止，这样才避免直接用没有洗过的手去拿到食物放在你的这个嘴巴。这样子一个吃到饱的这个供餐形式，目前是很强烈不建议的。自助办会，因为餐具每一个人拢摕下摕，过程有可能甲朋友搁开讲几句啊。开放式的餐点容易被污染，食合菜嘛建议摸几盘芳肠倒，就算有另外一副猪甲汤匙啊，嘛是摕来摕去。上好是事先应该分做一盘一盘，安尼才会当安心用餐。